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大家好，其实福起来一路以来收嘅同多小农啊，也係講買好食嘅東西，也到平台同大家來分享吼。今日嘅節目當中，咩強要愛同大家來分享哦。我知道吼，也為轉到種下來種田嘅也後生人吼，其實佢嘅想法都冇強用，佢咩自家就係屋卡就係種田按用來嘅，佢就係因為自家當種意識呀，有佢嘅強出來，古時候就想講，自家來種佢呐，結果呢，種到幾好嘅，韓國佢係連他嘅同佢共用種意也都有佢嘅食材嘅夥伴吼，共下適合做共下，韓國係經營一個動態嘅供應面一個網站吼，同大家來分享，細細嘅家來，所以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雲澤有機農場嘅負責人陳善義，善義分享。大家好，我係陳善義，今日請歡迎來了。好，分享善義哦，接下來係家嘅夥伴吼，同時吼，佢哋係泰農苗嘅執行長，分享沙神珠，沙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沙先珠，東方耳朵聊聊。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吼，剛下面有講到吼，善義自家因為種好食有機青菜，故所就自家來種有機青菜，韓國有連他哋自家嘅朋友，對不對呀？沙太哥，我們這個陳州哥就用佢自家嘅專業。所以咧，很大的一個平台網站，就係為到本大家做得啲啊，網站當中就做得買到東西，所以咧做動態嘅想法，我覺得這是一個做很大的想法。故說善義轉到種下做呀種田，都也下經營幾多年呢？現在從103年到現在大概8年，半年呢。半年呢，半年的時間，故說半年都也下，累積都也下，做呀按多東西，係阿權我係非常非常嘅佩服。故說想來問一下善義，也都有機農場地度，大家就地種有機冇咁簡單，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也都有農場地度，太體嘅種哪條青菜啊，也係講種哪條農產品。我們雲澤農場主要就是在生產棚式的有機蔬菜。用亞棚屋雜店呢，它算是一個室內的狀態。對，現在叫做溫室棚，種有機蔬菜。對，然後還有主要也有生產那個魚腥草，藥草的部分，還有現在看到的這個野菜雞蛋。這個主要是在關西的這個農場。那我另外還有一個分部。在龍潭，桃園的龍潭，所以你是新竹桃園兩隻 V 手揾 V 走對，都你自己管理，對，哇，好厲害哦，是，呀兩個蔬菜啊，剛剛講啲啊，新竹嘅蔬菜有呀，青菜啊，韓國卵啊，韓國魚腥草呀，就嘅啲桃園嘅農，啲龍潭嘅農，因為那邊的田是屬於戶外的，是露天的，所以就沒有棚子啊，對，種大面積的，是做稻米，還有地瓜，番薯，哇，就是不一樣的類型。對，其實我本呀兩隻味素咩冇咁簡單，韓國種嘅東西吼，有青菜，韓國又有呀五穀根莖類啊，有的作物呀的，其實完全冇共用。韓國剛剛沒有講到吼，啲農場地度沒有育雞啊，因為係味道愛雞卵嘛，對不對？是養蛋雞嘛，對不對？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育雞也不會覺得好像又增加自己嘅麻煩，會做很卡多嘅事情嗎？會養雞主要是說前面我們就種菜嘛，種菜我們就有挑一些不漂亮的葉菜啊出來，可是覺得直接丟掉都很可惜就想到以前那個阿婆啊、阿公啊，他們也有養雞都有給他們吃這些菜啊。還有跑出來啊，蟲啊，然後就去想象說，那如果也養雞，這個部分就不會打，就覺得在現在農業叫循環農業，就不會浪費，像你剛剛說不會大掃，就全部都 set，然後又可以去銷售，然後蛋的品質又很好主要都是在養蛋雞啊。因為肉雞現在就是不能施宰嘛，所以也比較麻煩。
然后蛋是大家蛋白质的需求，有吃素的、吃荤的都几乎每天都要吃，所以就选择了养蛋鸡。对，这样有一吼，而且这个我记得像这种野菜、野草类的，其实鸡很喜欢吃。对。那它不会去破坏那个吗？不会去给它一嘴啊，就是把你的菜吃坏掉这样。因为我们的鸡放出来的时候会去分区块，我是棚子，还有因为我的农场可能改天主持人有空的时候可以到我现地看，其实它那个区块是划分的，那他们有他们的山可以跑，然后出来有虫可以吃，可以爬土，都很快乐，所以生的蛋基本上又甜又香。哇塞！等一下就做得生的多吼，你看呀，伊咧农场都会做很多东西。韩国有一系列作物，迄平常是他无按接看到的，伊还讲唔要用嘅 TPA 迄种诶，比如说像这个鱼腥草，这亚一包诶很火红诶，对，应该自己喝了不少吧。对自己平常都有在吃啊，所以现在疫情，觉得自己的免疫力也还不错啊，真的，到目前为止都很不错，对，是的。所以像这样子的鱼腥草，头白算野菜吧，对不对？算，糖跟前辈讲吼，因为甜顺体就有料，气嘎就会种出来啊，唔是特别迄种嘅。以前很多的时间就是料就会好。我哋香臭茶有不用压。对，连中暑啊或什么，平常其实以前田间老人家都是拿来保健用，其实真的是一个宝贝啊，我觉得。对。故说里面有 TPA 中亚的东西，比如说鱼腥草，对，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菜，对不对？对。比总共有哪一点呢？其实我们常常吃的野菜，像活力菜，活力菜，对，我没有听过它的学名叫赤道樱草。执行长有听过吗？枸杞叶。也有人这么称日本枸杞叶，好像似乎这样就有听过，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连接到那个植株的样子，对，所以它叫活力菜，又叫做赤道樱草，有很多枸杞叶，好难哦，所以这已经是董事长眼中的菜耶。这个比较少人去种哦，然后就是说像莴苣啊，莴苣其实有20-30种啊，对，20-30种里面，像菊苣啊这些的，就是顾眼睛，这个就比较少人去种啊，大部分都吃 A 菜啊，对，大陆妹，对，但是现在莴苣，因现在的时代就是蔬食。生菜沙拉啊，对，所以有火焰莴苣啦，包心的莴苣啦，各式的莴苣，对，所以我都会尝试去煮。但这样子不会觉得，因为你读到大众某 Q 用给抢出来，你就会去吃它的习性，因为每一种菜所需要的环境或者是营养其实不太一样对，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在煮所以我喜欢多样的煮，要不然就会吃腻啊，所以我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还有均衡的营养，还有其实就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种类，对，其实我没有务农，没有种这些，其实我也不晓得，对，那开始种的时候就发现，不是只是我们在市场看到的，就是白菜啊。这一类的空心菜、苋菜，对不对？我没吃到，我主持节目我没吃到，我糖豆懂得小农，去甲来同大家分享伊的去甲种的东西。然后我就会看到也迄种颜色的懂得，平常我在超市看唔到嘅品种嘅菜，因为通常超市看到的几乎都是固定的那几种品种，你很少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那同小农买东西呀，青葱又给大家都去挖掘他们有兴趣或想吃的东西。想吃的品种，那这样跟小农直接接触，就有机会都在请到他小间呢，也得吃不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山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种有机？当然很辛苦，太嘎都底种有机清辛苦。安雅的种有机的方式还是仿森林的环境跟生态，呀，还蛮个意思啊。这个就要从我开始学怎么务农，遇到这个老师詹明星老师，对。那他给我的观念就是仿森林土壤，那我就很好奇什么叫仿森林土壤？对，他说就是要做堆肥，
堆肥就是一般家庭的这个厨余啊，或者是一些资材不要的一些等于吹下呗啊，对啊，例如说稻米厂的这个出来之后会有骨壳啦，会有米谷粉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去做堆肥。那个堆肥的部分加在土壤里面，然后去混合之后，去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个有机质就是土壤里面的蛮关键的这个因素。那它也有趴数。那以我种，就是说我们会去做土壤检验。那土壤检验的时候，他现在告诉我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数字多少啊？堆肥加进去多少？种出来的菜，还有你在看到的土壤的杂草的部分，几乎都少很多。然后让我觉得，因为我想说，你看土壤变好，应该是插草没懂多啊，菜可能也没想到以后啦，感觉是大家都会长得很好，结果竟然杂草变少了。对，这几乎就是没有杂草，只有菜。所以我等于是第1年的投入就有3年的土壤，好土壤只把菜长得好这件事情。对，那务农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妈妈一开始也是很反对，但是呢，她看这样子，她觉得吃起来就是不同。对，就是全家人就觉得这个农业，有机农业蛮神奇的。对，它不是想象中这么的辛苦。对，因为在做的过程还是很辛苦啦。要开始的时候，对，原来都很天真，就是看到眼前的就像工业一样，这样子就可以长出来了。对，所以要做之前，那个家里的这个长辈啊、姑姑啊这些的都不赞成，因为他们从小都做怕了，认为就是说这个太辛苦了，不行。对，可是做下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很有兴趣啦。对，也做得很快乐，而且还越做越大，对不对？是执行长和同吉琼哈来的当这个伙伴，对不对？那执行长七嘎是豆，你以前对有机蔬菜有概念或者是有认知吗？也是有，所以你也觉得有机蔬菜是七嘎是起了不感觉都没空用的。我本身对于食材，我就非常的注意跟讲究。那我也常常到三月农场去。因为三玉是我国中同学的妹妹啊，你是农友哎，对，所以你看我常常跟种也该聊了，那常常去玩，那我常常会买一些蔬菜，就觉得回家吃就不一样，那种甜味跟口感到舌头味道也不一样。那吃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那个味觉变好了。是感觉会吐的哦，对，就是说会健身的哦，舌头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那鸡蛋给小朋友吃，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吃。有些小孩子不爱吃鸡蛋，他觉得那个外面的鸡蛋有那种腥味，有盖出手对出手味，他的不会，他的是会一直吃。所以久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他的东西真的是很好，真的不一样吼。古时候大家谈看啊就地，食看啊就地吼，真嘅有用心种出来嘅东西会冇穷用啊。算了，还有乜嘅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歡迎大家進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雲澤有機農場，韓國家嘅鄉下嘅這個夥伴吼，也係泰農苗，也泰農苗去做乜嘅嘅喏？泰農苗佢當過話買嘅當到嘅有機啊，也係講有山啊，也係講其他的鄉下夥伴咧，也就農產品，韓國農作物都當過。我睇到呀泰農苗吼，我真係看到佢有非常多嘅商品。同我頭擺有看過嘅有接觸過嘅呀小農平台，他感覺已經不是小農，他對
就如它的名字叫做大农网。那给我们一车行中来到节目当中咩 N呀啥车行中，我们的佘大哥、陈州哥来到节目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同刚刚有讲到嘛，同山原因是係因為你宿舍同久誒，係你初中同學嘅妹妹，對，所以2個人認識很久了。跟用版會想到講，用它來做這樣子的網站，因為聽說你本來的工作沒同呀，可能賣農產品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對。我本身自己是開電子公司的，那常常到農場。那我發現山魚在種植這方面非常的認真，那我也希望能夠將這個商品推廣到給很多的人，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他的哥哥啊，我們就一起想要做一個平台哦。那這個平台呢，我希望這個平台能夠是跟在地區域的農民一起合作。我們也希望幫其他的農民，就唔係搶山魚去給農場聽聽，對，是還要其他附近的小農一起。對，但是這個產品呢，就是山魚這邊要幫我們，就是他也會幫我們嚴選，這個產品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是說很輕拆輕的東西，所以我們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做一個平台。那加上行政院農委會也在推廣所謂的電商平台，所以我們經由這樣子，然後做一個基礎的大農網食材直供站，那也跟在地新竹縣、桃園縣的小農、青農一起合作。哇！對對對，那目前我們在蝦皮、全家、7-11還有我們自己的直供站，還有包括我們自己有一個運輸車隊這樣子。哇塞！所以你們連這個運輸的部分都有，連物流都已經有了。對。就這個物流是全台嗎？還是說有區域？目前我們是北部，就是桃園、新竹、台北。我們最遠送過到新竹了。新竹、基隆，對不起，基隆，對。好，那所以我在新北我也可以訂了。可以。好棒哦！天哪，很愛你們業主那麼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網站先買東西。對。好棒哦！因為其實剛剛有講的哈，這些產品全部都會經過投購哎。對。山魚，你在挑選的時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挑選的標準是什麼嗎？當然主要農產要夠多，那也必須串全國。那當然，因為我曾經擔任過聯誼會的會長，那當時的全國的聯誼，就是全國的青農，其實有固定在辦聚餐，所以我們都會2個月一次啊，到哪一個縣市哪一個縣市，幾乎全台都走過一遍。那大致就是也有像農場實際生產的狀況，還有這些，其實最後還是回到政府在講的。比如說3張 EQ 這些標示，這些 CS 這些標章，有標條嘅，有認證。對，是。然後在實際的下鄉，是不是看是不是在做真實的？對，那把關，我覺得做到這樣子已經算很嚴謹了啦。對，盡量老好嘅同大家來分享啊，大家都也太農民就做得出價買嘢都。但是我就在想啊，因為剛剛這個執行長沒有講到吼，可能係供應一啲為數嘅其他，比如講新竹好呀，新竹有當到嘅強農也係講小農，全部聯合都供下，大家都有商品做得低下買。啊，不過會不會有這個商品有一樣的東西，同質性太高的這個衝突的問題？同質性高，我們認為是沒有差，因為我們在新竹就是有農民直銷站，然後各個的商品其實都有貼農民的名字，那消費者其實他在買相同的白菜，有不同的農民名字，其實他可以去認同哪一個農民，那一樣的上來我大農網，那一樣的東西一樣，都看得到生產者。我們都是為生產者、為小農直接去打自己的品牌，對，所以這個我認為不會衝突啦，對，就是慢慢跟消費者培養說，我覺得這樣對，自己選擇喜歡的哪一個農家。
你亚德真景就是一个平台，对对，让所有的小农被看见的平台。对，太搞做的车甲拼音生亚的，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推销哪一家，没有要促销哪一家，但我就是一个平台，让太搞小农全部都会出来，小费早都在轮音生亚的小农。对，哇，真的很棒。古时候也係一個動態嘅，我覺得已經做得很大了，因為人家都啲愛開一個網站，韓國愛熟悉到按到產品，韓國又愛做呀販賣嘅部分，韓國又愛送到按到地方。其實呀個做法是懂勇敢沒？其實是很勇敢的做法，一開始就是往大的開始做。我还觉得很佩服你们，因为一做就做这么大，其实风险也是蛮大的吧？风险大，风险很大了。但是就是说，对，一步一脚印。应该是说，我们是用企业的模式来经营，就是在管理上面，包括我们企业的进销存系统，还有金流、物流这个整个串联起来。对，我们就非常的一开始就建构的很完整，所以我们才建构完整之后，我们才来做这个市场行销。所以我们不会有一般小农或一般农场他自己要做电商遇到的问题。对，包括出货单、电子发票这些，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哇，我觉得很不容易，一开始就做这么完善，而且现在已经有按斗给手臂，以后也还会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对，目前我们有大概接近500种商品。500种。对，500种。好多哦，所以今天带来的都只是小 case。对，小部分。今本日带来的哈，枪鸦片是山芋的，还有蛋，有没有？这一小桌跟旁边这个菜是山芋的。啊，其他嘅都是这个大农网上面会有的，包含给片看到那个垂涎欲滴的草莓，是我们竹北的青果农园范佳琪，其实他也是百大青农哦，他对于生产草莓非常的专业。对呀，他的吃饱会张出听听哦，做的中都按太了。是的，对，就是说你看。现在草莓刚出，它的草莓就这么大颗。对呀，通常一开始不是没有那么不会种的那么好哎。对，但是它也10年了。对，也种10年了，然后张油按有这样的成绩。对，是啊。那山芋其实也不遑多让啦。今本日唔单单会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农场中的菜，其实还要分享农场里面的好味道。因为农场唔单枪种菜听听，其实有pan发通，要有发通就听到有好吃的东西，会想太家来。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农场里面活动的食物，对不对？像是这个是。鱼腥炒鸡汤，对，鱼腥炒鸡汤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说防疫神器嘛，对不对？是的。鱼腥炒助给同意头拜第一种，它好像就是很常出现的料理了嘛。鱼腥炒有很长吗？没有吗？不是煮先炒汤都会放进去吗？在种植之前，其实我也没有吃过鱼腥炒鸡汤。真的，还是我们家以前会放一点点，所以就是同咸臭共用。对，新竹这边大部分也是跟仙草一起配，但是我说实在，我种了它之后去吃，对。其实煮了之后，它的这个所谓大家说鱼腥臭味，其实会转换。我觉得不这么难喝，我觉得很好喝。已经同期笨蛋给米西，那这样那个鱼腥草给它6样以前吼，行都给笋通吼，不用懂得鱼腥草的蔬菜，俺行过去我就鱼腥草那个走过去，有场是都比较潮湿的地方，那个一开门出去你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鱼腥草。但是出桶沟黑，对，很好喝。但因为我们的鱼腥草干吼，做法跟早期不同，不是只是日晒，我们经过日晒之后，茶改厂的蔡科长的指导，然后烘干的部分，然后有一个制成，所以它的香气跟以往想象也许有一点不同，对，它会比较轻，哇，念了所以会比较好喝，对，有种解腻的感觉。故事很快哦，还有懂得好吃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
让大家真的福起来咧！我係总一圈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云泽有机农场，还有大农网。大农网基地都唔单枪有这个云泽有机农场，就是山芋间种嘅有机嘅菜啊，也有农产品卵啊，也有和联合嘅当到小农、青农、乡下熟悉到按到嘅产品。今日来到也其他老其他人嘅东西未带来嘅，你看带嘅按到也一早全部就係同新竹新竹农会乡下来批下呗，对不对？按到东西，韩国甚至还有看到很特别的是茂谷的汽水。哦，这个也是那个大山背那边的青农，也是我们之前的创会会长曾阳姐生产的茂谷。哇！然后他就对做的汽水还蛮好喝的。哦，古时候亚的东西，看到亚的东西都要太农民没做得买嘢到。做对，反用。嘿，新种农会没做得买嘢到。好，古时候大家做得去松一下哈，动手指头，松一下太农庙，你就都得看到有那条优质的农产品啊、农作物啊，地当中全部都买得到。韩国有种完整的物流，刚刚有讲到吼，便利商店没有，虾皮没有，我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已经忍不住想要买了。那个111已经买很多，1212也买很多，接下来又要买了，真糟糕。古时候你看按到东西后买，迄因为家就当3万，唔单枪3万中用站来卖，其实也全部就会当辛苦嘅。古时候我想要来问一下这个山芋吼，既然一出就伫种田迄一天当辛苦嘅事情，咁是虽然讲你去甲同好生也有机抢菜，就想到我来种，应该唔单枪按的吧？应该还有其他嘅原因。我种蔬菜是真的就是为了健康啦。哦，对，真的就是为了健康，越种就越有兴趣的。对。然后一种就种了8年，对，到现在。然后一路就看着大家吃，然后吃得很开心，然后一直吃也觉得都很有差异。对，所以不管是朋友啊，周遭的这些，如果有遇到的老农啊，我们也是说不要用农药。其实你不要用农药，不要用这么多的肥料，其实植物它的原味都会跑出来。对。但是太多红的农民啊，还有你讲哦，叫我们去做安用就是推广，其实技术本位啦，就是习惯于种什么，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是不太能，就是连安全用药我都不太能忍受，所以我就持续的一直在就是有机的这一块做得很快乐。其实真嘅有差呀，根本一个福气1米咯，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吼。尤其抢车唔单抢后生，唔单抢空天，还有一件动作，有个事情就会哈奶病。这件事情我也很有感觉，因为我可能去买惯性农法种的菜，佢可能不用3-4日咧，佢就会也被可能就黃啊，也係講糟啊，唔過係講我拿買到下空天嘅菜，可能係有機嘅，也就菜嘅法，佢真正做得不用下久多，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主要還是生長的這個土壤環境，就是蔬菜它的化學肥料讓它快速的成長。對。所以它當然那個細胞就是容易老化，對，速度比較快，對，然後它的單一的元素比較少，就是它的就是我們有機蔬菜的土壤裡面有一些微量元素是我們不曉得，它成長速度比較慢，所以相對的它比較細緻，比較柔軟，對，那主婦們其實在洗菜的時候，其實就有感覺了，你摸下去這個有機蔬菜，它就是也是會比較軟。对哦，对，所以其实是有检查的哦。对，那其实你种有几种的研究，按辛苦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当到人可能要想要赚到不卡去种菜，不过拄到当到困难。有想要本家的一条建议嘛？因为山芋也当了这个青农联谊会的会长，没做了6年呢，有按有经验。是。年轻人想要从农，第一个还是回到要有兴趣啦，然后再来，其实我觉得体力就是要年轻，最好就是趁年轻的时候也赶快做，对，然后最好也赶快结婚，因为农村也需要人力，对，然后2夫妻呢，一个对内一个对外，总是就是比较坚固啊。如果照我们现在做过这个规模，
如果有个5分地设施蔬菜做有机，基本上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啦。其实我是觉得蛮鼓励的，因为政府现在的营养午餐推广，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基本的量，对，现在还是有在欠菜。对，其实有兴趣，对于做农不排斥。其实真的也是可以投入，没错，对，鼓励大家，但还是比较辛苦。那回过头来讲说，会面临的困境，最后还是会是人力。所以我也觉得政府对于就是外劳的一些政策，对于农业真的是要去跟对我们实际从事的这个业者，要详细的去了解这个人力是可以怎么搭配进来。对。不能老是都是在例如说台积电啊这些产业工业里面，针对这劳工都对他们有一些比较方便啊或者什么样的政策，可是对于农业都很少去讨论，也是缺少人力这个问题。对，因为最后现在各行业都在缺工，未来的农业就更少人，没错，像太多薪水也不是说少，可是他们也不愿意来，因为还拉萨吧。行业啦，会流汗啊，还甜啊，还辛苦啊，对不对啊？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最大的困境，我觉得是人力。人力。对。那我想问一下车行总，经营网站，董演周暗勇跟美容站没懂辛苦，你觉得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困境也是人力的问题，还有薪资的结构，因为薪资在企业整个的成本上占很重的比例，所以呢，我们会朝向这个建教合作的模式。鼓手有好想哎，拿捏听下来之后，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孙上也没老呀，是孔天的东西呀，管样吹供本呀，还有赏瘾，对不对？我们现在有3位嘉义大学的学生是建教合作，那我们也教他怎么行销，怎么做物流管理，怎么做电商。哇，那我培养他们有兴趣，那以后留下来。那如果其他的人有兴趣，学校我们也会往这方面走。哇，真跟暗用懂后有一种更好的感觉。古早听讲喺讲上韩看认识其他的地方，生下来声音耶、韩国音耶都有发通，对不对？对。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后来有在这个今年有在新网屋那边标注了一间店面，17号店就是日风味所，在竹北的新瓦屋，对，然后那边也有田区，所以我们会做田园餐，哇，然后还有平常在咖啡厅里面，我们也有做台球的课程，或者是做一些手做的感觉，对，文创商品等等的，是，对。那12月现在1月7号有拔萝卜，在田间拔萝卜，就是提亚这个日风味所，提亚新瓦屋这边做。第一片，就做得去参加。对。古手想要了解到韩卡都嘅自信分享大家送命去参加的哦。古手今日谢谢山宇，谢谢车行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下，穷下来做运动哦。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